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在座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章师父要跟各位大家结这个法缘，种瓜得瓜，道理分明啊！你种什么种子，会得到什么东西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你不能违背天地之间的因果循环。冥冥之中绝对有因果的存在，你种瓜一定得瓜，不可能得到什么苹果啦、梨子啦，那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你种瓜就得瓜，道理很分明啊，道理是很清楚的，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含糊，它绝对不会错乱，不会颠倒的。你种善的因，就有好的结果，这是必然的。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佛陀讲了三藏12部一切经典，重点就在讲因果2个字。你怎么付出，你应该得到什么东西，这是必然的，如影随形，它是不会有差错的。像你的影子，人到哪里，影子就跟到哪里去。你种了什么果报，必然会回到你身上来，这个是如影随形的。孝顺父母，善神护佑，父亲就好像天一样，母亲就好像地一样。你没有天，没有地，那没有人护佑你啊，你怎么活下去呢？我们不能忘恩，我们一定要知恩图报，要孝顺父母。父母有养育之恩，有教养之恩，有生育之恩。父母对你的恩德太大了，没有父母，哪里有今天的你呢？滴水之恩，我们应当要涌泉以报，孝顺父母。如果你对父母能敬重，能够恭敬他，天地之间的龙天护法都来保护你，善神都来庇佑着你，因为人在做，天在看你啊！人善人欺，天不欺啊！人恶人怕，但是天不怕。所以只要你能够依从做人的根本道理，把道德遵守住，善神一定护佑你的，天福天寿，人生的道路一帆风顺，而且贵人非常的明显，所求都能够随心满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懂得做人的根本道德，对父母不能忘本，不能忘本。信愿念佛，生死就脱离。你如果绝对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我一念佛，阿弥陀要救我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第二个，我相信我有条件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我知道佛陀的大慈大悲，不嫌弃任何一个罪恶凡夫。你过去不管做对做错，是个好人是个坏人，阿弥陀佛不分别，一律平等的救度你，所以你有资格可以往生。我相信，我绝对相信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，因为那个环境太庄严了，太不可思议了啦！众善人聚会一处，而且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。你看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。这个人世间五浊恶世嘛，人心险恶啊，到处诈骗啊，随便欺负别人，看不起别人，做人伤天害理啊，逆天而行啊，这些在人世间里面经常出现。所以有畜生道，有地狱道，有恶鬼道啊，人世间我们不愿意久留，我们发愿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我相信我一念佛，阿弥陀救我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愿一定要非常迫切，好好的持念佛号，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好好的抓紧，那么你生死就脱离了，不要在生死轮回，不要在六道里面受苦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如果大家都能谨记在心，往后我们都能够往生西方，一到西方个个都能成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